老板，我刚在楼下捡了8万。8万？嗯，那你还不上交？这还得上交？8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，到时候一报道你就成名人了啊！这还能上电视啊？要不你给我吧，我帮你上交。我是老板，还是给我吧。你还信不过我？刚发了1000奖金，2000，我3000， 4000，转账了。成交。小刘这个人有啥用啊？算了，就当个理财。啥？你让他理财啊？你清醒点吧，他能把公司都赔进去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理财本可超600呢。哇，这真的？啥碎了？我搞理财这么多年，1选2赔3成制，这套搞得很溜的。就凭你呀？不信你在直播送你的理财本，看有没有到600。我试试。诶，这小刘，这个人故意嘲讽你，得扣工资。啥？对，得扣工资。你不能扣。凭什么？凭我理财本600多分，能帮你老婆转化成本钱。小刘的老婆关你什么事？你真的小刘的人傻钱多呀你？够吗？